啊，真係好虛啊！啲頭髮成我新調製嘅獨門秘方 ，Rejoice 人參滋養洗頭水，連用5日，幫你頭髮妙手回春啊 ！Rejoice 人參滋養洗頭水有咩功效？可以5日內調理好咁虛弱嘅頭髮啦！佢嘅人參滋養精華，減少70% 嘅截斷問題，逐漸令佢回復生機。過咗3日咯，覺得點啊？順過前1日啦，短頭髮嗰度點先？甩咗1-2條咁樣咯。今日已經嚟到第5日啦，同你做個終極測試嘅，咁都冇事啊！呢啲就係人參嘅功效啦。你睇係冇斷頭髮咧，好翻晒喎！人參補一補，頭髮5日變翻好，仔你頭髮使咗2手身體髮，全身 Rejoice。個個都覺得我係天生麗質啦，曬黑咗咁快變翻白，黑又白，黑又白，總之咪係咁白。SK2 淨白修護面膜，每敷1片，肌膚即時吸收1整支淨白精華，連續使用更快回復淨白均勻。就好似浸住喺成支美白精華咁，敷完一塊真係白咗啲喎，日日敷快到包公都話好，叮一聲白翻晒。SK2 淨白修護面膜 ，SK2 時刻晶瑩剔透。喊啦！哎呀，唔係啊嘛，咁嘅尊容，好心俾佢用蘆薈 Temple 啦。而家特別加入蘆薈 lotion， 全新嘅柔軟感覺，錫住你嘅皮膚，依然堅韌個人。哇，有翻晒面啦！好在有 Temple， 唔使咁多，而家問 Temple， 價錢仲好優惠。TV time? Oh yeah, it's Pringles time! 喂，而家買大罐有細罐跟到實啦，咁着數咪俾佢走啦！我唔係無聊，咁四圍坐天海闊，點都會遇咗我。俾咗啲空間我梗冇錯，能人所不能，靠晒我。揾得盡情，活得盡興，我嘅人生不枉。Make it real， 超得到掉下位。Make it real， 我嘅理想不可買，進速越快，創意無壞。我有理想，我有自由。We'll give you all you say. Make it real， Go。你有冇試過密不透風嘅感覺？油性髮質令頭部皮膚透唔到氣，頭皮更加多。全新檸檬草 Head and Shoulders 特有天然檸檬草精華，平衡頭部皮膚油脂分泌，有效去除頭皮，清爽控油，頭部皮膚終於可以好好地透下氣啦，令頭髮好似風咁輕。新檸檬草 Head and Shoulders。而家去街，連香水都唔使搽啦。傲雪夢幻海馬沐浴露，惠元堂健康保護，青春期激素分泌增多，皮脂腺分泌量增多，導致各種暗瘡。惠元堂青春白鳳丸可舒緩週期不適，痘痘冇晒，青春靚晒。開始覺感冒，樂訊速速到。預測明日空氣污染指數水平係中等。空氣污染指數由樂訊感冒靈及國內已可惜贊助播出。亞洲電視本港台。高等法院頒令房委會立即檢討公屋租金水平。房署計劃將空置居屋改為旅舍，應付旺季旅客嘅需求。有深圳居民話：本港酒店貴咗，寧願去第二度，唔嚟香港玩。歡迎收睇夜間新聞。係溫兆韻啊！高等法院上個月就裁定房委會違反房屋條例，租金超過入息中位數10%。今日就頒令要房委會即時檢討租金嘅水平。係咁，頒令呢就並冇定出房委會要完成租金檢討嘅限期。有公屋居民就話，房委會唔應該再拖延，應該即時減租。先由陳錦芬講講高等法院嘅頒令。高等法院法官鍾安德作出頒令，同意公屋居民嘅觀點，因為呢件事無論對雙方甚至社會都帶嚟好大嘅影響，所以頒令房委會要立即檢討租金，同埋釐定租金水平，
以符合房屋條例嘅規定，亦即係唔能夠超過入息中位數10%。至於房委會提出要求暫緩執行頒令，法官就話喺8月26號再作聆訊房委會嘅申請較為恰當。不過今次頒令冇定明房委會要幾時執行檢討租金。而喺公屋租金訴訟中，2個代表個案之一嘅何賽雲同20多個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嘅代表都有到高等法院。佢對今次頒令感到滿意，認為可以迫使房委會減租。佢即刻減租咯，做嘢即刻減租咯，咁咪有結果咯，係咪？而家即刻係咁拖都冇用啊！而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就要求盡快減租，唔好再拖。你問公唔公平？當收咗租金梗係唔公平㗎啦。至於下一步點做咧，我哋會再問翻律師咧，究竟係即係點樣去處理咯。咁而家呢一刻咧，就根據法庭嘅判令裏邊係好清楚，佢即刻要檢討租金，同埋根據法例裏邊所指定。至於公屋居民下一步行動，佢表示要再同居民商討。亞洲電視記者陳錦芬報導。房委會決定申請暫緩執行高等法院頒布嘅判令。咁有法律學者就認為，房委會需要先作出承諾，日後若果敗訴要追訴減租。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房委會上訴期間亦都有責任進行檢討租金嘅預備工作。羅佩瓊報導。房委會決定申請暫緩執行判令。消息人士話，即使8月26號嘅聆訊中，法庭唔接納房委會嘅申請，房委會仍然可以喺提出上訴時再次向上訴庭申請。消息人士強調，由於房委會仍然有機會勝訴，所以暫時唔會做租金檢討。又話租金檢討存在技術困難，因為判令硬性規定每3年檢討一次，而判令所指嘅嗰批公屋單位估計有50萬戶，佔全港公屋租戶嘅80%幾。有房委會委員就話，自從高院作出裁決以嚟，房委會從來未傾過點樣進行租金檢討，亦都冇預期最終都有可能敗訴。喺整個房委會面對今個訴訟案裏邊呢，根本從來就唔會討論呢樣嘢，因為當個訴訟案出嘅時候呢，就已經將整個租金檢討啊，將來點樣定租啊，甚至係就算如個官司點樣輸到呢，都冇傾過點樣去面對嘅。有法律學者認為，雖然房委會有理據提出暫緩執行申請，但就可能要先作出承諾，至會獲得法庭考慮。起碼佢有承諾，就係話佢呢個所謂減租嘅結果咧，如果係上訴失敗嘅話咧，佢起碼會追溯翻咧，係去即係現在，即係就唔會等到即係話拖幾個月先至執行咯。曾經協助公屋居民提出訴訟嘅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就認為，房委會上訴期間亦都有責任進行檢討租金嘅預備工作。咁所以如果房委會今日同我哋講話，乜嘢都未做過，咁呢樣嘢係絕對唔啱。我覺得係對嗰個法庭嘅判決咧，即係等於採取一個藐視嘅態度。佢重申，房委會應該尊重法庭裁決，盡早進行租金檢討。亞洲電視記者羅佩瓊報導。睇其他消息，為咗應付旺季嘅旅客需求，房署計劃將空置居屋改為旅舍，喺今個星期內會向城規會提出更改土地用途。但旅遊發展局就認為必須確保質素，唔能夠因此影響到本港嘅旅遊形象。陳錦芬報導。旅遊事務專員鄭宇華表示，政府今年頭5個月已經批出15個酒店發展計劃，希望業界可以加快興建。但為解決酒店房間供不應求，正積極考慮將空置嘅居屋改為旅舍。究竟會唔會用居屋嗰度呢？我相信係任何個方案可以增加到我哋嗰個供應，但係亦都要考慮呢，就係話譬如嗰個可行性啦，譬如有好多例如火險啊、第啲安排啊、管理啊，各方面都要考慮到。但旅發局主席周梁淑儀就強調，一定要確保質素。唔可以影響到香港嘅形象。即係旅遊發展局要求咧，就係要確保到佢達到嗰個服務嘅水平咧，係我哋都要滿意，大家都要話認為係即係對得住香港嗰個形象先得㗎。房署消息指出，試驗計劃係將牛池灣嘅瓊軒苑同埋油塘嘅柔美苑改裝為旅舍，提供744個單位。消息又話，房署本星期內準備向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用途。預計年底可以公開招標。由於要做改裝，好似加消防花灑同埋照明系統，所以最快應付出年復活節同埋5·1黃金週嘅需求。亞洲電視記者陳錦芬報導。
繼入境團旅行社協會表示，本港酒店房間供不應求之後，有內地旅行社就話，本港嘅酒店房租上升，增加團費3至4成，令到部分內地嘅居民轉到其他地區旅遊。蔡展祥去深圳睇過。喺深圳有旅行社表示，香港酒店房租由7月中內地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香港玩到而家，平均增加咗3到4成，團費亦都因應上調。有深圳居民就嫌團費貴，話暫時唔會考慮到香港玩。咁樣去到消費咧，變成無形中已經提高咗好多啦嘛，係嘛？就算我冇做乜嘢，我單住酒店已經高咗好多錢，多咗好多錢，所以就會褪遲或者少啲去咯。如果冇房嘅話，喺2個月前去，可能係。當然嗰時個價錢係比較低啦嚇，可能係真係2晚嘅話使1000零蚊搞得掂嘅。而家咧可能2間房1家人4口或者3口去咧，可能真係而家要成2000幾銀先搞得翻掂。旅行社方面表示，近期本港展覽活動陸續回復正常，酒店房間供應緊張，價錢仲可能再升。最近就有大約2成原本想報香港旅行團嘅人客，因為價錢問題轉報其他旅行團。好似6月份咁嘅價錢咧，可能呢個時候咧應該講蜂擁到香港比較多。咁但係而家升咗，實際上個勢頭都冇下降到。我啱先講，即係每日都仍然仲有過百客去香港。如果唔係因為呢個升幅，我相信係過200客甚至300客一日去香港嘅。旅行社嘅負責人又話，由於酒店房價嘅差異，目前東南亞團連埋機票都比香港團要平1成左右，所以嚟緊嘅11黃金週，佢哋都會以推廣東南亞團為主，而香港只會成為純粹嘅過境站。亞洲電視記者蔡展祥喺深圳報導。為受非典型肺炎影響最深行業而設嘅低息貸款擔保計劃，大約有1500至到1600宗成功申請，獲得貸款一共5億元。就喺人數最多嚟講咧，當然咧係飲食業。咁飲食業嗰度咧有成400幾宗咧係申請係獲批。咁亦都咧係因為我哋其中嘅目標咧就係為真係保存嗰啲職位咧，而係亦都能夠俾到個機構咧係能夠即係嗰個現金嘅周轉。咁從而咧就保個職位嘅。咁我哋估計咧淨係喺飲食業嗰度咧有400幾宗獲批咧，亦都保到有起碼過萬個職位。咁呢點係相當之係緊要嘅。而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伍德良就話，35億元嘅貸款計劃最終只係批出5億元，咁係因為所定嘅條款過分苛刻，只係有部分小型企業可以合乎資格提出申請。佢又話，近期飲食業嘅經營情況逐步有好轉，但係由於競爭激烈，邊際利潤仍然相當低。佢期望內地人放寬嚟香港，有助帶動飲食業全面復甦。副外長王毅今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再就日本遺棄毒劑傷人事件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採取行動，做好善後嘅工作。日本承認今個月4號喺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發生嘅化學毒劑傷人事件係原日軍遺留嘅化學武器造成㗎。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話對事件表示遺憾，而事件中入院人數增至36人，2名危殆嘅傷者，其中1個人身體90%半燒傷，仍然未脫離危險期，其餘1個人喺搶救之後轉為穩定。另一方面，中日雙方律師代表已經接手處理事件，日方律師代表會喺短期內到齊齊哈爾。山西煤礦爆炸，死亡人數增加至37個人。大批搜救人員進入礦井搜索5名失蹤嘅礦工，但相信生存機會渺茫。山西大同市杏兒溝煤礦場尋日發生爆炸，井下面有43名礦工，37個人死亡，5個人失蹤，只係有1個人生還。事後當局扣留2名負責礦場安全嘅員工調查。省領導要求做好善後工作，查明責任人。礦場要停產1個月整頓。而家先休息陣，翻嚟會報道。葉劉淑儀話好快會離開香港，仲話後會有期。入境處話獲批嘅輸入內地人才月薪最高超過16萬。K 唔可以同你一齊㗎，佢唔屬於呢個世界。
走啦，不過每次你 send 星啲短信，我都會見到㗎。少少 K， 蔡敬 J。啱啱出世嘅 BB 要有軟綿綿嘅感覺，先至俾到佢安全感。全新 Pampers 特級棉柔初生型，同毛巾一樣咁柔軟，將 BB 溫柔咁包住，再加埋 Pampers 特有嘅乾爽舒適，帶俾 BB 十足嘅綿柔呵護，令佢感覺柔軟又安全。Pampers 特級棉柔初生型細碼裝全新上市。洗頭後，頭髮能夠保持喺90成乾係最理想嘅。要留住呢個效果，有 Vidal Sassoon 深層滋潤洗護系列。佢特有嘅保濕技術，就好似幫頭髮每秒做住水分 mask 咁，令髮質時刻 keep 住高度嘅保濕滋潤狀態。Vidal Sassoon 深層滋潤洗護系列。我希望有均勻嘅膚色㗎。如果塊面有一笪笪黃、紅同青，點算真正淨白喎？全新奧利防曬淨白乳霜，新加咗獨有嘅niacinamide淨白精華配方，可以有效退走肌膚上嘅其他色素，塊面就幾時都咁白淨通透啦！冇晒其他色通，奧利俾到我又白又勻勻嘅膚色。全新奧利防曬淨白乳霜。喺辦公室大受歡迎嘅雅潔蒸餾水，為咗你同你屋企人嘅健康，雅潔特別推出2款輕便樽裝，一個電話，雅潔蒸餾水就送到啦。Jacko Porter 高保德一直堅持創新精神，繼創出上流飲水機，雅潔嘅產品同服務不斷進步，盡力為客戶做到最好。高保德雅潔，精益求精，完美保證。心意有時係寫出嚟好啲。Nokia 6908特設手寫中文輸入功能，全程達意，簡單直接過人。Nokia 6908妙不可言。惠元堂瘦脂纖葉幫你激瘦全身下半身，同你輕鬆減磅。而家你公司嘅電話可以自動將來電轉播俾客戶要揾嘅人，有識解答一般查詢，仲24小時開足工。全新客務助理只有電訊盈科客戶免費享用，打1000登記啦！而家去街，連香水都唔使搽啦。傲雪夢幻海馬沐浴露。如人生白鳳丸提提你，明日係農曆7月16日。如人生白鳳丸令你由內靚到外 ，feel 得到睇得見。翻嚟新聞時間，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席歡送活動嘅時候話，好快會離開香港，咁但係話後會有期。蔡展祥報導。葉劉淑儀喺出席一個婦女團體嘅歡送活動時，講述佢離開公職後嘅感覺。轉眼間呢，我離職係已經有10幾20日啦，咁可以講話離開職位10零20日咧，真係有恍如隔世嘅感覺啊！葉劉淑儀之後又參加紀律部隊嘅歡送聚會，唔少以前嘅下屬都上前同佢拍照留念，亦都有人問佢攞簽名。葉劉淑儀表示，好快會離開香港，陪個女去讀書，自己亦會進修下，暫時冇諗過係咪會重返政壇，但佢會一直關懷香港。其實有冇諗住即係以後會繼續從政？
1個月以嚟收到超過200份申請，批出嘅個案當中，月薪最高超過16萬，大部分嘅職位屬於科技研究行業。鄧俊輝講下。入境處7月將原有嘅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同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合併，成為新嘅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至今收到220份申請，批咗24份。而直到上星期4批出嘅19個個案之中，月薪中位數有46,000蚊。人工最高嘅個案係從事金融服務業㗎，月薪超過16萬。月薪最低嘅都超過1萬蚊。入境處話，批准個案中5個申請人有博士學位，8個係碩士。申請計劃嘅大部分都係香港嘅高等教育院校，請內地人嚟香港做科學研究。處方就強調，一定會確保申請嘅職位喺香港唔容易請到人先至會批，唔擔心會進一步推高失業率。好多內地公司咧都有興趣即係利用呢個計劃可以將佢嗰啲管理層嘅人員派落嚟香港，咁佢哋就可以set up公司啊，咁同埋佢哋當然佢哋落嚟，佢會帶埋佢哋配偶啊或者子女落嚟，咁亦都係喺香港有機會置業啊。有人事顧問就話，情況反映出本港人才市場發展唔平衡。我哋高科技嗰個嘅行業啦，或者科研嘅人才，我哋非常之缺乏嘅。個問題香港始終比較商業化一啲，咁就因為啲畢業生出嚟咧，就係行商業化嗰個發展咧，就通常嗰個人工會比較好啲嘅。周以平話：要解決人才青黃不接嘅情況，政府應該鼓勵商界投放更多資源去培訓人才，好似應該成立基金資助商界從事科學研究嘅工作。亞洲電視記者鄧俊輝報導。有參加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嘅公司話，入境處要求將全間公司員工嘅個人資料交俾入境處係唔合理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強調，收集呢啲資料嘅時候，必須要先得到當事人嘅同意。賴永寶講下。曾經試過喺內地聘請員工嘅公司話，佢哋申請嘅時候，除咗要遞交受聘人士嘅資料之外，入境處仲要求佢哋提供埋全間公司員工嘅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職位同埋薪酬。佢認為呢一個做法好唔合理。喺我哋公司立場嚟講咧，其實我哋請呢一個同事過嚟咧，如果要做一個比較咧，可能會係同翻同類型嘅職位咧去做一個比較，就唔係同其他譬如一啲無關嘅職位，譬如好似營業員啦、人事部啊，或者一啲茶水咧嗰啲係冇關係嘅員工，我哋覺得係冇需要做比較，亦都做唔到啦。入境處就解釋，喺審批內地人才申請嘅時候，要求僱主提供僱員記錄，係要確保人才對香港有價值，而香港本身又缺乏呢啲技能嘅人，以及其薪酬待遇會同本地市場相若。有關資料即係用嚟協助審批。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嘅發言人表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收集資料嘅時候必須要徵得當事人嘅同意。佢提醒有關嘅公司同埋部門需符合保障資料原則嘅規定。亞洲電視記者賴永寶報導。衛生署證實一宗外地傳入登革出血熱嘅個案，患者係一名46歲嘅男人，佢現時情況穩定。衛生署呼籲市民外遊嘅時候要做足防蚊措施。衛生署話，一名46歲嘅男人曾經到東南亞國家斯里蘭卡，返港之後第2日喺8月2號出現發燒、咳嗽、嘔吐同腹瀉嘅病徵，到8月7號身體同四肢出現紅疹，當日入住瑪嘉烈醫院留醫，化驗之後證實佢患上登革出血熱。衛生署提醒市民必須保持對登革熱嘅警覺，同採取措施預防被蚊咬。由94年到而家，本港一共有5宗登革出血熱嘅個案，全部由外地傳入，而今年至今總共有25宗登革熱個案，亦都係由外地傳入㗎。食物環境衛生署話，7月份錄得嘅有蚊產卵器平均指數係20.3%，較6月份嘅16.8%高，但仍然低過舊年同期嘅數字。署方話，現時正值雨季，未來1-2個月可能錄得更高嘅指數。現時香港仍然極有可能爆發另一輪登革熱。有團體舉行盂蘭節派米活動，吸引咗大約4000人排隊，大部分都係長者。主辦單位喺晏晝4點先至開始派米，但喺中午已經有1000幾名長者排隊輪候，有部分更加喺凌晨開始輪候。今年主辦單位預備咗4000包平安米俾區內嘅長者。主辦單位話，基於傳統習俗，並冇預先為長者派發換米券。
有調查發現，由於經濟不景，受訪嘅婦女當中有80%擔心意外懷孕，影響到家庭嘅經濟；有60%就話，若果意外懷孕，會考慮墮胎。實習記者洪福儀報導。調查成功訪問咗504名18至到45歲嘅女性，發現因為近年經濟不景，有過半數嘅被訪者表示工作壓力比以前大。有80%嘅女性憂慮意外懷孕會對工作或者家庭嘅經濟構成影響。有超過60%嘅女性喺意外懷孕嘅時候會選擇墮胎。有3%嘅被訪者就為避免懷孕選擇減少進行性行為。婦產科醫生話經濟唔好，令到女性擔心意外懷孕。佢鼓勵女性多了解各項嘅避孕方法，而唔好選擇墮胎。如果我哋可以預防呢個意外懷孕嘅發生呢，咁時候就唔使面對去到呢個痛苦嘅決定。咁所以點樣可以預防呢？就要對唔同嘅避孕方法有更加多嘅了解，亦都係我哋好鼓勵呢，就婦女如果有乜需要嘅時間，有啲避孕嘅需要嘅時間，就係去揾佢哋嘅醫生，同佢哋醫生商量。佢又話正常嘅性生活有助維繫兩性關係，令到生活更加圓滿。女性應該掌握正確嘅避孕方法，為自己嘅幸福作出適當嘅選擇。亞洲電視記者洪福儀報導。內地30個省市、自治區同直轄市展開歷嚟最大規模銷毀走私光碟行動，銷毀數目達到4200萬張。陳韻文報導。內地銷毀走私光碟行動今日正式展開，其中喺廣東汕尾嘅主會場就銷毀咗2600萬張光碟，佔全國銷毀數目嘅60%。呢批盜版光碟都係過去3年被汕頭海關同廣東邊防水警查獲。全國其他省市銷毀光碟數目合計達到1600萬張。喺北京，公安同海關人員將近期檢獲嘅120萬張盜版光碟集中銷毀。另外，安徽、四川、江西等地亦都有類似嘅行動。當局估計需要4日時間完成整個行動。今年1至7月，當局已經搜獲近4600萬張盜版光碟，大部分都係境外生產，然後走私到中國出售。亞洲電視記者陳韻文報導。上海合作組織5國聯合反恐軍事演習今日喺新疆嘅伊犁結束。今日進行嘅演習分為城鎮清剿、解救人質同攻打營地以及聯合圍剿恐怖分子2個部分。咁其中喺解救人質嘅實兵演習當中，突擊隊員喺恐怖分子退縮到一塘樓宇嘅時候，從多路發動攻擊，咁最後成功解救被挾持嘅人質。演習嘅負責人話，演習首次實現咗中俄等5國嘅情報共享、聯合指揮行動同探索籌組多國聯合反恐部隊嘅方法。以色列接連發生2宗自殺式炸彈襲擊，總共造成最少4死12傷，包括2名襲擊者。激進組織哈馬斯事後承認西岸猶太殖民區嘅襲擊係佢哋所做㗎。為咗報復以軍上星期殺死2名組織成員，事件中嘅襲擊者同1名以色列人死亡，並且有2人受傷。而另一宗發生喺特拉維夫附近一間超級市場，1名以色列人喪生，10人受傷。警方拘捕1名懷疑同案件有關嘅巴勒斯坦人。巴解一個支派阿克薩烈士旅承認責任。以色列總理沙龍警告必須停止暴動，中東和平進程先至可以取得進展，並且推遲釋放一批巴人囚犯。熱浪持續侵襲歐洲，多國嘅氣温都創新高。喺法國，有醫生就話，過去1個星期已經超過有100人因為高温而死亡。而天氣炎熱同乾燥，令到山火更加難撲救。黎永賢報道。葡萄牙嘅山火仍然未受控制，南部仲有新嘅火頭，消防員不停咁灌救，要疏散更多居民。山火由燒到而家，總共有15人死亡，咗全國5%嘅林木。鄰國西班牙亦都受到山火威脅，部分地區嘅山火被救熄，但天氣持續炎熱乾燥，可能會死灰復燃。直到目前為止，西班牙嘅熱浪令到28人死亡。意大利北部嘅山火並冇造成人命傷亡，當局拉咗2個懷疑縱火嘅學生。當地錄到250年嚟最高嘅攝氏41.6度，歐洲南部將會持續酷熱。
而喺法國，過去個幾星期已經有至少100人死於同高溫有關嘅疾病。醫生警告死亡人數仲會上升。近日到醫院求診嘅人數激增，設施同人手都不足以應付，院方要求軍方醫療隊伍支援。亞洲電視記者黎永賢報導。美國聯邦儲備局而家就開緊會議息，分析員點睇呢？咁分析員普遍都預期會維持息口不變嘅，咁投資者就觀望嘅多。美股早段都變化唔大嘅。有關美股同其他財經消息留意陣間嘅經濟快訊啦。一息翻嚟再睇到快訊嘅，請留意。揾到啦！你唔好怪我。邊個哥？廣州一江劇場《射雕英雄傳》聽晚10點。呢個蛋糕我要食嘅人都感到開心滿意。我做咗1年到嘅咋，好彩老闆肯俾機會我。如果唔係勞工處幫我，我都唔知自己係得㗎。勞工處展翅計劃及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為15至24歲青少年提供免費嘅職前及在職培訓，7月26日至8月18日接受報名，機會在你手，努力創未來。隻牙酸到頂唔順？試下冷酸靈牙膏，冷熱酸甜，想食就食。順德嘉信城市廣場特約體育快訊，係由順德嘉信置業及 Do Your Best 點亮運動靈感嘅阿禮德運動鞋聯合贊助播出。全球最大、中國內地首個史努比繽紛世界主題公園將於順德嘉信城市廣場內誕生，開幕後勢必吸引萬千人潮。18萬平方米嘅嘉信城市廣場位處順德新城龍頭地段，黃金旺鋪極之搶手，已有多個大型名牌商戶率先進駐。順德嘉信城市廣場係你創業營商嘅理想地，發展商嘉信置業，項目策劃金發物業。順德嘉信城市廣場開始招租啦，快啲嚟揀翻間靚鋪啦！歡迎收睇體育快訊。中學黃國章奪得環青海湖單車賽第3個賽段嘅冠軍，並且獲得黃色戰衣。第3個賽段由西海鎮出發，到鳥島，全程係152.1公里。舊年喺今個賽段曾經得第2嘅中國車手黃國章，今次係有晒經驗。一開始就坐喺前面，而且最後階段首先發力，結果佢以3個鐘頭27分13秒係奪得冠軍，同喺總成績升上第1位間。而香港嘅黃金寶就以29名過終點，目前喺總成績排喺第15位。新生拿提網球精英賽衛冕冠軍西班牙嘅莫亞同美籍華裔球手張德培喺第圈出局。背向鏡頭31歲嘅張德培喺第一圈對由外圍賽晉級嘅摩洛哥球手艾拉斯。張德培喺領先一盤6-4之後，俾對手以7-6同埋6-0連追2盤。張德培輸1-2，結束咗佢喺辛辛那提最後一次嘅比賽。不過佢比賽嘅態度同埋拼搏精神將會深深咁印喺觀眾嘅腦海裏面。另外面向鏡頭衛冕冠軍第4種子嘅莫亞對住法國嘅山道魯，同樣喺領先一盤之後輸波。山道魯贏3-6、6-3同埋6-4。英格蘭超級聯賽球隊愛華頓宣布同李鐵正式簽約3年。之前由於遼寧足球會要求愛華頓一次過支付李鐵嘅轉會費，所以雙方一直未能達成協議。而家有贊助商墊資轉會費，愛華頓就分期付款，所以李鐵可以順利加盟愛華頓。李鐵喺上季代表愛華頓上陣33場，其中29場聯賽係以正選上陣㗎。頭先報道完啦，陣間翻嚟會有經濟快訊，留意收睇。以前啲毛孔大，好怕同人咁接近，毛孔細咗就唔同啦。要由底層收細毛孔，我會用全新 Olay 清爽細緻露。佢嘅天然草本精華可以去除多至56% 多餘油脂，塊面唔再油，毛孔又收細埋。毛孔細咗，幾近睇都唔怕啦！
全新奧利清爽細緻露。嘉美好清爽，試過先知有幾爽。嘉美生命，美質唔好就點 keep 都 keep 唔到啦。我食惠元堂養陰丸啊！實現願望用努力，實在做事用臂力。惠元堂養陰丸，健康之源，信心之船，一啲通有氣力，一生一分一秒是專利。經濟快訊係由迪金純品質鎏金嘅丸酒王及放眼新領域更新更積極嘅南洋商業銀行聯合贊助播出。時間會讓珍品越嚟越值得回味，以歲月嘅神韻入酒，珍品丸酒王，安徽丸酒集團。歡迎收睇經濟快訊。中國移動上半年純利增長1.3%，為市場預期嘅下限，集團唔排除會參與減價戰去爭取業務。睇下陳海思報導。中國移動完成收購8省市業務之後，首次全期入帳，半年純利174億人民幣，增長1.3%，係市場預期嘅下限。首次派發中期息，每股港元1毫6。用戶總人數達到1億2900萬，增長60%。不過用戶平均每收益就減少至104蚊人民幣，較去年下跌近1成。董事長黃曉初指出，7月份整體嘅業務表現已經基本上恢復至非典型肺炎之前嘅水平，而由於現時高端客戶有飽和嘅趨勢，集團計劃發展低端用戶嘅市場，並認為市場現時嘅競爭激烈，用戶每月平均收益將會下降，唔排除會透過減價以爭取業務。當然，改變競爭策略有很多的手段，那麼資費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手段。如果我們和競爭對手資費差得太多的時候，你的客戶的忠誠度、客戶的滿意度都會出問題的。黃曉初話：受到肺炎嘅影響，今年集團會致力整合去年收購母公司8省市嘅業務，要到明年市會至決定會唔會再作出收購。亞洲電視記者岑海思報導。Tom.com 上市以嚟季度業績首次出現盈利，第二季盈利有1018萬，不過今年唔會派息。睇下岑海思再報導。Tom.com 截至6月底，第二季盈利1018萬，轉虧為盈。去年同期虧損4900幾萬，唔派季度股息。其中互聯網業務收入比對上一季上升超過3成，戶外傳媒業務收入上升1成。首席執行官黃星話：雖然集團季度業績首次錄得盈利，但係今年唔會派發股息。我都希望越早睇到派息就越好咯，但係呢，呢個只係第一次我哋賺到 net profit 啫，我覺得仲離派息仲要一段時間喎。另外，集團喺上個月收購約64%嘅華娛電視股權。黃星指出，雖然非典型肺炎影響到華娛電視嘅收入，但係華娛對集團今個年度業績貢獻只係有約4個月，所以預期收購對全年業績嘅影響輕微。亞洲電視記者岑海思報導。惠譽國際首次給予和黃評級，高級無抵押外幣評級 A 減，短期評級 F2，前景展望負面。惠譽指出，評級反映和黃核心港口同埋基建業務穩定，但惠譽認為和黃加強投資 3G 同埋會增加業務嘅風險，因此給予和黃前景展望負面。另外，惠譽估計今年底和黃 3G 上客量未必能夠達到集團預期嘅水平，佢哋未來1年至到1年半會密切注視管理層喺 3G 業務嘅發展。另外，惠譽維持長江基建高級無抵押外幣評級 A 減，但係前景展望就由穩定調低至負面，同和黃前景展望一樣。本港股市第二個交易日向好，並且逼近10,200點水平，大市高開43點之後持續做好，恒生指數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報10,184點，升90點，成交增加至117億。中國移動公布業績之後，股價靠穩，而尋日急升嘅酒店股就個別發展，而期指現貨月係升咗35點，合約成交21,000幾張。
10隻最活躍港股收市價，匯豐升2毫半，國泰升8毫，恒生升7毫半。馬鞍山鋼鐵升7仙，和黃升7毫半，香港中旅升9仙，新鴻基地產升9毫，江西銅業升1毫半。美國聯邦儲備局而家正舉行議息會議，將會喺本港時間凌晨2點之後會有結果。分析員普遍預期息口會維持不變，但係投資者觀望聯儲局對經濟前景嘅睇法。紐約股市早段變化唔大。跟住睇下最新嘅金融行情，恒生倫敦參考指數跌7點，倫敦富時100指數升8點，法蘭克福股市升35點，巴黎股市升19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2點，納斯達克指數升4點。美元匯價：歐元1.1311，英鎊1.6038，瑞士法郎1.3654，港元匯價：美元7.7996，日元6.5819，紐元4.5901，歐元8.8268，新加坡元4.4457，人民幣106.09。倫敦金報360.45美元一盎司，99金每兩升31蚊。各位，呢節經濟快訊報完畢，交翻俾兩位。唔該晒，張慧慈交俾你講天氣。好啦，咁天文台預測啦，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7至32度。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六合彩攪出嘅號碼係6號、9號、18、26、33、38，特別號碼29號，頭獎1注中。新聞時間差唔多啦，休息翻嚟仲有時事解密，請留意。各位晚安。